爱情，迄款该相爱离去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是爱跳过日改，命运造成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流浪的心情无伊来担当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转来改写，爱的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情无伊来担当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转来改写，爱的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Alo，是你，我帮阿兰天使。哎，太阿哥啊，你讲乜个说啊？二天吼，请位天书哦，来正所门大官哦，到了面啊，对对入去哦，猪腿蛇个杀了啊！产生也没办法了，是你。哎呦，你冇判饭，阿曼有判饭哦。哎，大同意啊，如果看慢得哦，等下到了面啊，让他收快点，变工的又慢。产生也没办法，我做都怪他。我该做都过去啦，我哋係咪救人呢？又咩係你自然병火？曹先生，哆来咪个亲情哦，正经禁忌的，爱着唔会调顿啊，拜托啦，拜托，较好心着的。你是手匠吗？麻烦你了。哎，可以數啊！係講哆來咪發燒到硬皮，我一聲音都唔會原諒啊！所以入到啦！哦，叫苹果酱来。太阿哥，咁請嘅。太阿哥，原本嘅研究到一隻新嘅革命。假使我喺心里吼，听说会吃到金公用。哎，做乜个抢贵嘅枪哦？起定系后背啊？哎，我搞先生无搞伊，看到人上家门啊，我讲掠上去也罢呢。阿瑞，冇關係啦。算你狠啊！爸，落來咯。條家，希望伊願意使用咱遮個健身椅，
在掠去打工，顺利我会提前辞职的，多谢爷嘅照顾。醒醒，关好戏。落来咯。有人偷做毛噶？冇事情啊，啊，冇事情啊，系啊。有新的啊。是咪哦，总算结束加班呀？你用袂滴？我听说几日先能收起来，高校长那去扫题啊。证明迄哦，是物阿姊为老师的小题哦。哦，这样，冇通见侬讲法，你哪有乱讲啊？你人讲冇，有个人哦就一种嘴啊，看来哦用的本牙的嘴哦变成香肠嘴，才不会一直吐不出象牙。你讲爱叫罪哦？很自家讲的哦。阿妹哎哟，心态只会弄死你嘞哦！你那个太罔骨！哦，我你把他打了！不要跑，知道吗？不要被抓到！心意，我嘅妹，最近同事里，爸爸带盆暗度嘅困扰，以前最近苦强嘅，古所山现在一个投机嘅方法，原本想要本过好日嘅，冇想到本输到腐肉，本顺行嘅朋友误会你。爸爸真嘅唔错嘅，今摆转来，获得层层欣赏到阿雷嘅天数，本来做得了解伊嘅想法，我哋怎有脚踏实地去做一个本人看得起嘅人，这系对你最好嘅方式。原谅爸爸过去此时嘅想法。我下摆绝对唔会本人受到侮辱嘅。啊，还是哦，阿雷哥讲嘅冇唔错，记得系车嘅人跟阿嗌，请原谅嗌，系讲是的，我想要同阿爸重新开始。我唔是个茶法嘅想法，老老实实讲嘢都好。当拍摄哦，我冇去送因为我希望同约好应验嘅时间，等我高中毕业，能增强下想法。先生，之前对你有点误会，其实係我挺唔孝順咧。羅拉你對我按關心，羅拉咯。开始动。哇，可以掉手。俺唔去车嘞，迄车咧，请问啊，两位系查克摇滚舞么？系啊，也系查克摇滚舞啊，你做乜嘅？哦，俺想要来两位带啦。来呀，位带做乜嘅开场啊？因为啊，你台门口哦有狗屎，鼓手我张开场音来。我看你哦，青菜讲的，你真狗屎咧，狗屎，狗屎！你这狗屎！那就难讲俺开车嘞，我走了。你用啊，你用啊！
細阿姐啊，請問啊，你今年幾多歲啦？哎你都已經話生啊，迄細阿姊。我的妹妹我3歲。哦，哆瑞咪啊，你3歲啊？我叫豬肝叔叔，我也是3歲哦。漂亮。哎呀，哆瑞咪啊，你好厲害，好聰明啊！你都知道我在騙你呀、哎，豬肝叔叔啊，問你一個問題好不好啊？好。你知道有一隻鴨子啊，它叫小黃，它整天啊都在那邊呱呱呱的叫。你知道它又叫什麼名字嗎？是呱呱。是小黃瓜。是呱呱。朱高先生，眼到個哆來咪哦，還忙讀書啦，你個兩個要去讀書啦。我冇乜嘅事情好做啦，留佢教教嘅啦啊。你頭擺有學過舞台戲哦？當然咯，我頭擺啊，啲舞台戲班啊，當會教呢。我做得啊，老人講嘅啊，按用必勝天，按用真三天，用兩隻手哦接到呢。頭個我做到當好啦。唉，不過一下我啊老咧，冇法度啦。只做得啊，偏偏聲音你聽聽啦。莫是按客氣啦，眼到個小楊又講哦，從本年啊，你哦做迄乜嘅啊，做白雞啊，老孫悟空哦，本期都看咯，哎哦，當精彩呢。真嘅啊！哎，家到有歡喜冇啊？真歡喜啊！小楊哦，老迄心意講哦，哎哦，你做嘅哦，哎喲，很讚哦。不過記得哦，兩三迄細妹啊，你個做白雞哦，出迄個時間啊，迄細妹我一聽到換衫褲啊，我驚啊，去做白雞哦，會長掉頂眼啊。哎呀，歹勢啦！哎，我真嘅唔係偷窺狂啦，失禮。冇相干啦，我只要你唔係挑事嘅啊，我提醒你聽聽啦哈。歹勢啊！送披薩。我沒有叫披薩。哎，沒錯，是我叫的，4個哈。4個送1個。哦，送1個。對。多少錢啊2200。哦，好。來，3000。不用找了哈，當小費。好，謝謝。哎，謝謝。爸你做小費，你點睇嚟哦？冇關係啦，你阿後生哦，愛讀書又愛打工哦，都辛苦誒。爸年做小費哦，會交費10年嘅哦。唔會啦，100聽啊。千好100哦。會啊，要得哦，拿去伊個檢房啦吼，是唔睇？哎，做得哦，拿去照下變相變起來啦哈。哎呦，我意思是唔睇啦，哎，冇按用啦，我請小朋友哦吃披薩。小朋友吃披薩哦？係啊。你好意思咯。小朋友吃披薩哦！哎，吃披薩咯！哎，哆瑞咪啊，哦，這個好好吃哦，你看看，哆瑞咪啊，來吃披薩啊。哆瑞咪要跟阿甘叔叔說什麼？謝謝小黃瓜，謝謝。好乖喲，啊，好乖是吧？披薩，好脆皮，有點凍的啦。俺哋阿頭哦，終於買個米線啊，那就青菜店睇下青菜色哈。只要係披薩都好食啦。奇怪嘞，阿 K 啦，你哦是按動，有冇看到你身後有買個牛的啊？都本來太濃，keep 收睇嘅啦。哦，係講蒙本人答哦，你哋是讀哈佛的咯。看你哦，念阿彌陀佛個家喊哈佛嘞。哦呀，冇錯嘅，實是啦。哎，是，金融呢？做什麼啊？哎，看大家很歡喜嘅，冇按用啦。我係表演一隻語言節目，俾大家看好冇？好的。嘿嘿，大家好。哎
係新來嘅豬八戒，嘿，我今日哦，為老太家表演一隻輕強嘅樸素哦，看好哦。看好啊，動力好啊。看好啊，喂。各位拜哈。好，拜。哦，老太家食披薩，哎，我做你老太家請我食披薩冇啊？做咧。啊，我哦，冇客氣咯，我來咯。好嘅，朱監先生，我暗場內底我哋送到見朋友啊，阿瑞，啊？做咩啊？你喺木做用嘅？戇啊！咱個披薩都係煮家事，係唔愛了世界啊！根本你奶丟愛脾氣，恐嚇食披薩。哦，原來這社會哦，有懂事後事啊，再多暗條，真惡心。冇關係，冇關係啦，太家盡量食，盡量食啦。好吃好吃，好吃啊！我送你千里之外。小梅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。小梅啊，啊？哎，你敢唔會吃到吼豬肝呢？乖乖呢？剛開始嘛，會留到佢嘅頭腦小到小到。不過也今年哦，看佢老小朋友相處，嘛冇乜計啊。佢哦，真喜歡小朋友，有錢又有閒，真做得吼。阿春姨啊，哎呦，我睇過講哦，你阿隻皮包嘅哦，愛送俾你哦。哦，小梅啊，你隻皮包係名牌嘅呢。名牌貨，哎呦，我都買迄台內貨啊，名牌太貴重誒，做唔得啦。冇要緊，冇要緊，一隻皮包嘅哦，同適合你啊，又當好用。我泰國講哦，你擺起來哦，當好看哦。你仲做唔得，係我拿咗伊幫我泰國擺，佢佢係南美人哦。好啦，什麼？阿勇啊，你帶個錢哦，讓你大隻哈。哎呦，冇關係啦，大家歡喜就好啦。哎呀，豬肝啊，拜託你啊，喺聖誕節吼，你聽錯，過我來了必謝咯，因為啊，伊根本都係意思吼，把定櫃台嘅禮物咧，聖誕老公公呢。冇菜啊！聖誕節我啲當然嘅蔬菜冇法吐過來哦。嚇！唔過啊，廿肥哦，請我安心啦。細個嘅聖誕禮物哦，我啲唔會唔記得咧。係用嗌哦。哦，有。用會按用哦。讓你偷東西哎呀，排泄哦，大家唔好啦。冇關係啦。排泄，阿瑞來啊，一隻東西拿去啊。嘿，好嘞哈，啱哦，走去歇困啦哈。你好。朱家，我記得嗌哦。哦，記得啊。好啦，行好啊。
下看戏会变少咧，赢着会唔管无？唔会啊！嘿，老掠着细个的腔下吼，当欢喜呢，嘛个无欢喜嘅事情啊，就无咧。但系啊，老头摆相比，俺总次都对赢着当势力啦。赢着哦，爱管了种无种三个日咧，对无啊？赢着哦，爱饲家照顾饲家，天下无不散嘅宴席。人生啊，就会按样，有高高低低，生老病死。当然啦，有啲吵不个，做不个清晨要人眼检房啦。跟佢。奶条吼，有事情跟老尹讲啊。冇该事情啊。奶家哦，係一頭新的小綿羊哦。那个是性格有型问题诶。那个迄种人工的嘅設計書，我嘅係新型嘅 MP3。嗌咧？伊哦，應該就會左邊嘅四寸的披薩。佢用咩做陣咯？誒，你啊哦，對因主教做嗌阿爸，我聽錯哦，佢會送我一抽西多咧。哦，前面兩個他搶嘅啦。阿你個木做拍攝嘅샷子，戶外嘅古代，阿你啊當場去參加喪禮嘅。你講乜計啊？吵乜計？吹啊！死鬼！吹！人生啊，就会按样，有高高低低，生老病死。苏梅啊！哎，cái竹竿咧？主干哦，去散步啊，有嘛个事情啊？散步？啊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太子老阿 Ken 吼，大3年都有拿到竹竿送嘅禮物呢。哼，我跟你講啊，輸人不輸陣啊！我吼班風咩毛，用咩做定咯？我哋吼都來應記做阿爸。卡累啊，那人家的哦，你要烦的呢。阿春姨，哎，晨晨，晨晨，你來了。要係太子用到的考古題，哦拜託你拿本太子啊。好诶，什麼哦？嘿你哦，打工的呀。唔會啦，反正根本應該冇事情啊。啊。那先落去轉來哦。哦，再見啦，再見。哎，等一下。晨晨嘛，你看我亮瞎子用的啊？唔會快款啊，有做乜嘅啊？嘿嘿，我吼我來應阿爸，總會打扮一下。無功不受祿，我真見唔掂同佢上乜嘅。哎呦，哪裡會歡喜嘛？你因為打扮乜嘅事情都想到咁嚴重呢？哎，我跟你講，你啊世界哦，都有這種叫不可，千命股這個買東西。不過咧，自家又用唔到，不是話送門俾你，哎用佢自家咧，你做啲平地用出這種嘅歡喜，點冇啊？真見我去請主幹嘛？當然係真嘅呢啊！
俩经营，我发现吃饭的时间，一煮感哦，听从位老师爷的恐吓，吃披萨，吃汉堡。总共哦，经过我观察啦，我看家属引导去促爽嘞。伊无法度吼打快呢，假使吼也系补退去的，爱做较难调的动作吼，我看啦，基本无奈何啦。来想啊，时间对新人来安好，也要去关心，体数期吼亲身上要去运动的。姑嫂唔系记得，应去做阿爸哦。坏死啦，眼讲飞你咧。唔系，吴飞哦，吴飞爱做只买钱，咪做得发财咧啦。正经是你啦。不过吼讲真来啊，挨落去秦先生哦，做位数买嘅风范啊。等下数好咧吼，佢都要请朋友数挨做起来来的。哦，计量是哦，挨都无一撮哦，全数会洗到咧啊。多带那支花是正经的，那支花是假的啊。拜托啊，你要信啥？你嘛该时间啊，怎会学会强爽？你算了算了，不过还好感谢你，做得本按摩好特殊的代志，按认真。哦，计哦，你莫目计啊！我请老太子讲吼，今礼拜考试吼，也系逐科都及格，来都搞起天吉他。孩子也哈懂认真哦，我看哦应该达到人家期望哦。啊？你用乜用啊？啊，人哋唔係講佢休學2擺咩？啊，佢樣邊經日都做得及格了。阿瑞先生，請唔好看無太子的上帝哦。啊，哎呦呀，都關愛起家哦，按到一點啊，我因為啲太子按認真哦。唔好講法無算法哦。哎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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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磊，找我啊？你昨天晚上不是答应说要陪我去看电影吗？我有吗？哎呦，我就知道你忘记了，没关系啊，赶快准备，不然时间会来不及。哎，森森，你要一起去吗？哦，不用了，你们去吧。阿磊，答应人家的事情就要信守承诺哦。啊？还好你不是个白目。拜拜。哎，橘子啊，我到底什么时候跟你约好去看电影的？昨天晚上啊。昨天晚上？你遇到鬼啊？昨晚什么时候？我昨天晚上梦见你答应要陪我去看电影的。我靠！人家说你是夜梦，为你起浪。阿雷，我知道你现在经营一间民宿，我也和新东家签了约。音乐是我们的最爱，相信你不会忘记。帮我写首歌吧。哇塞，这样邀歌也太不慎重了。忘记，起！哎，阿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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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一条歌我下本故事的啊，写到一半呢。
根本不是我们来输了。主干，哎，你到哪来啊？到哪嘞？哎，兄弟，你附近的风景唔可以差啦吼。嗯，你阿妹哦，空气好又唔会暗吵的。你有看到俺送梅冇？阿春姨哦，哎，给然后天叔买东西啦，一下就转来嘞。哦。主干嘛？你个数敢有出送过啊？系啊，因为差不多抽成的关系啦，古时候俺的书哈，蛮爱封片啦。哎呦，我去台北就宿舍的医生，敢要让你小解一下啊？俺没想到你暗有心，看得出来哦，俺的书哦有问题啦。其实啦，你都强勇，都会考虑松树吼，当做在起伫舞台当中。假使因为事实上任何表演嘅效果，咁要等迄审判表演嘅生命结束嘅。你讲的冇唔错啦，确实系暗用诶。哎，臭啊！俺你那边做不该冇继续表演呢？吼，我相反吼，老经纪人冇强勇啊，古说啊，结散了啦。暗用啊！唉，我头摆啊，你不退去办哦，当快乐诶，你当欢喜诶。你点啊？我爱知道啊，也大家员工诶，都系有生命诶，大家都系白跳跳诶，起登舞台嘅 super star。掠到唔爱认同啊！你尊重掠到员工诶有生命，迄因为吼日本夹到诶，古说基金本诶，都会记得尊重生命。尊重生命。哎，煮干妹，哎，来，哎，你爱个干妹啊，揣一条的布摊啊，还有呀，又嘿，准备起来。哎，慢来，素梅啊，你做乜嘅买了试用东西啊？哦，迄安样啦，葡萄酒班啊，要做戏之前啦，有一张风俗，干妹就代表甘心嘅意思，菜头啊就会好菜头，福摊有薪火相传嘅意思啊。那准备拳啊，就会代表团结。哎用讲，有人爱请你去做戏喏。系啊，我做戏落伍啊，做本夹条看啦。哎呦，拍拍手嘞！哎，主干啊，你礼拜吼都要好好表演哦，本地就要员工嘅生命哦，好好发光啊！发光！挨杯。哎，又来啊！哎，煮干啦，无限嘞。冇啦。啊，春姨啊，坐。哎，我啊，也无乜嘅好嘅东西送俾你啊，这种我自家做啊。安用歹势呢？哎，我母家嘅小朋友哦，最近受你嘅照顾，迄讲佢条电话离开啊，听说请唔盼得啦哈。我要当喜欢你阿妹啊，因为你阿妹哦，当温馨。春姨啊，有一件事，我要拜托你啊。乜嘅事情啊？那条员工诶，你要答应我，让我保管。做唔得哦，也係你闺女嘅東西呢，哈，你有冇做得，係我讓你保管的，做唔得。我哋吼，伊係好嘢，一定會好好照顧家頭誒。做緊啊？
你唔係愛在家鄉表演嗎？感覺唔愛帶也着個人講鄉下去哦。係冇發生乜嘅事情啊？無啦，我踢球哦，無算去舞卡啦，我就唔知我去卡講乜解啦，無啦。好啦，莫想咁多，你冇錢吐氣嘛，一轉到舞啊，頭擺嘅兄弟姊妹離開啊，係家鄉嘅感覺啊，自然哦會本你嘅心哦安定下來啊。好啦，誒莫叫吵呀，歇困啦哈。什麼嘢啊？好嘞哦，迄稀飯哦就試來咩哈。好，我知啦。好。行好啊。好。喂，哎，晨晨嘛，我嘟嘟哦，这样晒好一条狗啦，你天数挨到来躺下还好吗？哦。用的呢，阿瑞，用版型啊，发生乜嘅事情啊？手机也冇接，民宿嘅电话又冇人接，听说有事情嘅。有糖豆冇啊哈？竹竿啦，竹竿有糖豆冇啊哈？乜嘅事情想唔開啊？有事情哦，做啲參詳咩？哈，按我哦。那阿我到底做啥啦？他怎么那么可怜，这么小变孤儿？哎呦，还认我，你成日都用緊聲啊！生一個小孩跟小孩怎麼辦啊？小孩養啊？哦，這囡仔大漢哦，我看一定會變歹啦。朱剛，你做唔得事，唔該用嘅，要留繼續講嘢咧。而家放嘢出假，我都老養員工嘅，全部飛到海島度去，你要談到冇？要談到冇？啊！但係出乜嘅事情？哆瑞咪本係貴水皮咧。發生乜嘅事情啊？朱金毛說頭間房度小火炭刺殺咧。嗰條火炭係阿翠姨買嘅。阿翠唔係買火炭本主幹媽所來刺殺嘅，阿 K 冇人講。你呀哈咧？阿翠兒同阿女講，已經向救護車送佢去醫院咧。原來朱金係打算將全部嘅錢攏花鐵過去刺殺，莫怪佢前面顧老太子講買禮物。不過按樣，下禮拜看到主幹媽所送嘅禮物，我都會去艱苦。希望主幹冇事情。啊！聽講當個月唔是天界雙面名站，將朝台主幹阿叔上去那個，看見今年嘅原則用半年好冇？你個白痴哦！那麼個時節咧，還來搞雙面名站？係冇咧，一下按你做底做乜解？不過，因為冇朱金嘅時尚嘢嘢，我容易算咯。佢喺行李上度吼，應該會有哦。
哇，这图真去又动到葡萄叶吞改相片呢，真嘅诶！哎，你都看你阿总，主讲阿叔是讲牛肉表染葡萄叶的。跟你讲，我讲英文的。吼，讲英文就没葡萄叶的啊。哦。原來做幹嘛說要按風講緊嘢，今晚呢係發揚國粹，做乜搞去吃飯哦？因為事實大體都會認為感情老金錢啦。很大體的，講到親像心理醫生強用。哎，什麼？你看。上班有下巴有節。你當場係治療憂鬱症該用呢？主感有憂鬱症啊，因為一時都看唔出來呢。即唔係講憂鬱症啊，想看主講阿叔嘅行李度有興奮症那種東西麼？希望用為自己嘅白痴呢？唔對做唔得亂編騙人嘅東西，全部都係檢風水麼？聽講人唔係上課咩？先生，你都清楚線索咧，主講阿叔機真經有騙嘅。唔好亂講法。有憂鬱症呢？阿全姨每半日你去醫院，我哋真經懂事做緊阿叔哦。係講做得啲做幹嘛所謂白事，用電腦雙看那佢講會透過啞巴嘅難關，按就當做得安心去睡麼？可能是得尋到遺書也係乜嘅，啲佢做乜要自殺？有機會還是得看下做幹嘛說啊？就算尋到遺書哦，也係做緊阿叔變假情人嘅，唔到做唔得打探騙嘅運勢啊！大家專心檢風水麼？等下先生會打電話問阿雷，問佢情形用辦去，有乜嘅事情我將老人家講，好麼？好啦，行了哦。專心。喂，阿瑞，你用冇帶手機出去呢？哦，啲事情按緊，我哋咪上去都要帶手機啊。也係啦，嘅做緊機。哦，然後太子講講吼，做緊冇事情咧，啲小朋友唔是少咧啦。冇事情就好啦。愛啲咧，好，再見啊。阿雷哥打電話來講，做緊冇事情嘅啦。不過醫生講哦，佢需要帶院觀察安撫，聽講你就做得轉來咧。做乜嘅？素梅啊，总免了三年哦，要去檢縫啦。阿翠姨，你又在哪里啊？真的哦，超汉不哦，什麼你哦，老弟也陪小朋友哦，什麼。應該的啊，做緊哥，唔經人有較好點麼？伊哦，身體吼血壓都正常，我愛無正常，
我死死哦，手要酸了啦。你也三年用我用喏。无关系啦，佢吼真紧忝咧，你吼歇困去啦啊。童先生，歹势哦，本意超烦咧。无要紧啊。阿春姨啊，俺无事啦，我这个行终于跟度啦。哦，阿生你掉的哦。阿准姨，我看你们忝咧，赶紧去歇困啊。就算哦，我要比小朋友强下去学教，村上买东西分家就是走啦。俺只说哦，婶婶。好啦。哎。真真嘛，全部几条都咁咪好糖啊？唔买迄么也甘买哦，看佢感觉好糖无？咁买？我冇想过要冲杯糖啊。用的啦，有 feel 冇啦，好糖冇啦。我冇糖清楚啊，你下一摆搁冲家变本爱糖。我从爸爸变要做得啦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。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。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。书把松开点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